韩立，我们后会无期。这次是真的死了吧？那就再见了，老东西。最好死透一点，别再活过来了。玄谷这老东西，纵横乱星海数百年，临了却录了个玩火自焚，还真是令人唏嘘。且看他留下的东西里有什么惊世骇俗之物吧。这么多的骨肉傀儡，还有完整的玄阴诀、阴火雷、血炼神光、血灵钻、玄魂刺、天都炼魁。天都失火。天都失火果然有弱点。看来这就是他对付基因的底气了，日后倒是可以利用一二。话说，这玄阴诀也不愧是乱星海排得上号的功法，还真是包罗万象。只是大多都有些邪门，而且能供结丹期修炼的少得可怜。幻形诀，这东西不错，不仅是外表、声音，连真元属性都可以模仿。即便是元婴级的神识，也无法立刻辨识真伪。缺点则是时刻需要运用大量法力维持，所以幻形期间不好与人动手。可惜啊，若是能伪装偷袭就好了。不过总算是有所收获，没有空欢喜一场。